你莫怀情儿变了脸，西郎我的父只怪你四周偏。娘子，许仙，你与我过来。娘子，娘子，许仙，我来问你，娘娘待你可好？好的，你待娘娘可是这些？休假！哎呀，这上是什么是天？上是天呐！下你是地，下是地，呸！是地！你我有什么天来是我的？请请我娘娘上天灵，想不念夫妻情意重，普天下配心神，要算是你亲妹。娘子，也该告诉他了。
并非凡间千年灵松，神仙得他我不怜，为母曾见到红尘，风雨不变3年，一心与你结姻亲。非是我素贞不把真心讲，怕你胆小，要受惊。哪怕害死我，要害你，你该扪心细思我为你情操家务多自劳，我为你成家立辈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枉死去稻草，险些丧命在困难，娘子一片忠心你不念，七八残年心为真，非得卖我去镇江，害得我虽满金山公道名，你害我心在全部中计，浪迹天涯，无资本。我以为今生不在，今不应下不了冤家，下路相逢在断桥心娘子她越发言语，徒增心。上次我没
貌似他朝上空了，会不给世上金山去还原？嘿娘子，谁满金山？同到边，娘子是心中一生心碎了，许仙娇娇会三分。娘子啊，千万匹配是古月，许仙桃花水过。千年
我们白蛇剧组的导演于珍珠老师上台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位是我们青春版《白蛇传》的导演于珍珠老师，也是我们30年前在上海演出我们原声带演员演出的《白蛇传》的导演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呢，请我们的于导为大家说几句。亲爱的上海的观众，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来演出，对我们演出的支持。哎呦，我很激动啊！30年前，我为绍兴小百花的胡凤花、陈飞、吴素英排了《白蛇前传》，我们在这里演出了15天，场场客满。这是上海观众对我们那个时候的《白蛇前传》的支持。今天我们绍兴小百花的第4代、第5代的学生演员，今天在一府舞台演出，受到了你们的支持和爱护。我代表《白蛇传》的剧组向大家这个鞠躬。今天我不是绍兴小百花的。但是呢，我要讲几个事情给大家听听。首先，今天我们晚上看到了你们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那么多的掌声。我要讲幕后的故事。首先要讲我们绍兴小百花的团长陈景高。当初他约我来排这个戏，我说我不来，我说小孩子这个戏我没把握的。他说这是我们的希望，第4代、第5代那个。于老师，你一定要支持我们。我看他那么诚心啊，几次邀请我，而且是6年以前，当初就是开始来邀请了，一直到今年，终于我们来了，我来了。来了以后，正是夏天，40度、42度，我们的小演员脚上面全部都起泡，都是血了练了，好多男孩子都是练了，就是中暑。还有那个白娘娘的，这个白娘娘吧，她那个腰不好，一边打针一边吃药。我说你休息吧，她说我不休息。于老师，我不要紧的，就是这样，一直坚持，我们一直坚持排。而且我们的老师吴凤花、吴素英、陈飞，在那么的高温下面，每天几乎他们都要来排戏，或者来关心我们。还有。今天晚上你们看到我们那个陈飞老师啊，他到前面去卖说明书了。他是梅花巷演员，为什么他要支持我们小演员？然后你们没看到我们台后，他们都是给他们小演员端水端茶，给他们这那个戴帽子、戴头套，检查他们的脚，检查他们的衣服有没有好。我是很感动。我想这是一个什么团体？是很好的一个团体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团体，我们今天。不可能演出这个《白蛇前传》，不可能我们观众有那么多观众来欢迎我们这个戏。所以呢，今天这台戏是台前幕后大家的努力，才尽管我们不完美，但是今天呢也受到了观众们的欢迎。好，我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希望你们再支持我们。谢谢。